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李溪潭水库供应着苗栗、台中甲北中华用水。今年因为大旱，5月底黄霜雨要来进前，这水库的储水量剩110万吨。加在5月底开始，一波搁一波的降雨，让这个水库的储水量已经超过11万吨，将这全台湾第5座这个储水量破亿的水库。梅雨方面，甲西南风为5月底开始报道，为中部的集水区带来真大的雨量，像供应苗栗、台中、北中华用水李溪潭水库欠水量已经超过1亿，是全台湾第5座超过1亿水量的水库。离满水位剩2公尺外，水库的水位是297.27公尺哈，那距离满水位大概是剩2.73公尺哈，那蓄水率的话就是89.9%。李溪潭水库已经用29年啊，因过若拄到热天时，拢是满水位。不过去年因为无风台，加上较无雨，水库无达到满水位。经过20个月后，总算高超过1亿吨，已经是比去年整年来讲的话还高的了哈。为本来最上少是100万吨，即马李溪潭的水量已经超过1亿吨，足足增加9000多万吨的水，嘛好今年用水唔免阁烦恼啊。